那日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6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创世纪24章第10节到52节，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今仔日要跟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实。今仔日的创世纪的经文较长，请兄弟家己来研读。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受命回到伫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乡，为着以撒来找娶某的对象。当伊到伫拿河的城呢，伊的心内暗暗咧祈祷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恳求上帝来赏赐有这个机会，找一个适合的对象。真正亲像安尼，还未祈祷煞，就看见一个女子，名叫做利比加。老仆人就去伊来求要讨水啉。利比加真有礼貌，就请仆人来啉水。仆人佫进一步要求利比加爱来互伊的骆驼来啉到饱。利比加嘛照做，老仆人因为安尼就提出贵重的金仔，互利比加，并且问伊讲是倒一家的查某囝，并且来询问伊讲敢有所在通好来借住。老仆人就因为安尼就来学了感谢信实的上帝。上帝不但是来保守伊一路平安到伫遐，也互伊真紧找到亚伯拉罕的亲人。利比加的阿兄列班看到小妹手中的金仔了后，就询问讲来的人是啥物人，迄个背景，就也请这个老仆人来处理来带。入去大厦时，仆人就先说明伊的来意，并且说明讲上帝安怎来带领安排。伊阁询问这个列班是毋是有诚心愿意将小妹来嫁互伫伊的伯公的囝。上帝安排互仆人的任务非常顺利来完成。伫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记载着一件事，就是迄个洗手的代志。法利赛人甲因的同伴责怪耶稣基督的门徒无遵照着犹太人的传统礼俗来洗手。但是耶稣基督来回答因，虽然接受到迄个人的传统，却毋是真心的敬拜上帝。这段话的重点其实毋是洗手无洗手的问题啦吼，重点是伫迄个犹太人因敢若注重这个遵守人的传统甲习俗。但是敬拜上帝却无注意，爱用诚心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安尼评论法利赛人，因用真奇巧的方式来拒绝上帝诫命，嘛用人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并毋是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13节。有法利赛派的人甲一寡对耶路撒冷内的经学教师斗阵来找耶稣，因看到耶稣的门徒，有人用无清气的手，就是无洗手就食饭。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的犹太人拢接受祖先的传统，若无照法度洗手，就无食饭。对市场转来，若无洗手嘛无食。因阁遵守其他真侪传统的规例，亲像洗杯仔、罐仔、铜器、甲床铺顶。所以法利赛派甲经学教师就问耶稣：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用清气的手来食饭？
违反着祖先的传统。耶稣因讲以赛亚所讲关系者会加好的人的有言真对。伊安尼写，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因的心却离开我。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师来教示人，用敬拜我拢无采工。恁竟然放弃上帝的诫命去接受人的传统。耶稣佮讲，恁为着要接受传统，用巧妙的方式拒绝上帝的诫命。摩西命令恁着孝敬爸母，佮讲骂老爸还是骂老母的人，就应该会处死。毋过恁讲，人若是对家己的老爸还是老母讲，我应该互你的已经做国语版。国语版的意思就是献互上帝的礼物，就准伊免奉养家己的爸母。恁用恁所传授的传统来废除上帝的话。恁阁做真侪即款的代志。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9节。我听上帝，因为伊听我的声，听我的恳求，伊暗耳讲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我着安怎来报答伊？我要捧救恩的杯，求叫上主的名。我要行伊所有子民的面前，对上主写我的愿。上主看伊剩的子民的死，极其毋甘。上主啊，我实在是你的仆人，是你的仆人，你女婢的囝。你已经偷开困縛我的锁，我要对你献感谢的祭，要求叫上主的名。伫伊的所有的子民的面前，伫上主殿的亭内面，伫耶路撒冷，我要对上主写我的愿。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上帝，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带领，并且来保守。求主帮助阮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也因为上帝欢喜诚心敬拜的人。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